来没抓，那蒙古路都不加入，蒙古路都加入快，我的蒙古路，没抓，我就，长大了天空嘛，我的蒙古人呢，到他家看到那个天空嘛，那蒙古路都加入快，行吧？你是蒙古人是呢？哎，你我了别去转，我了到头尾呢。头不的。哎，马上头。他蒙古是这样，蒙古是加入的。啊，蒙古都加入快，我们蒙古大家蒙古路也多快，蒙古路是加多快，别看到那个没得那个无奈啥的。别动快，别动我的问题听到过了。别抓，呢，他懂我呢，他那个蒙古路是无关，行吧？他喊你啊？你们好他对。哦，你那边。完了，蒙古路文学，蒙古路是个。蒙古路可能要到一个大人的家大人，我觉得那蒙古路是个加的快，现在来到蒙古路也多快，我讲。哇，这着急滚急忙，但是人家老能他进来。你说，毛头儿那个进国家单位那堂课个，也分那点给听没听呢？哎，看到俄国的蒙古了，看吧，他们个这一进来都按照我看路是不是看这个路过哪个去？我说。毛头的那个就国家单位那通课个，对吧？他呢？哎，通课给对不起什么？我那都是我蒙古蒙古看他这个蒙古那个。啊，大家们回来看个就转，蒋介石也回来看个就转，蒋介石国家我让那看见，给他多了的，就给他多的。그렇게 가서 몽골로 그렇게 좀 그래. 아다我얘는 뭐 이.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的，咱们的民族语言没有，老爷子应该说的有道理。咱们这是个内蒙古自治区，就是少数民族的地方，连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没有。国民党对少数民族，我也不会念，我这蒙语的话字儿都不会念了。行吧？我不会念。不着急吧，他那不等那是两能冲了，可以。啊，他也干的呢，蒋介石给回来开这个主角，对吧？我们蒙古人也回来开这个主角，蒋介石也回来，蒙古路也都过，他这是真演的，你这大人我都不行。啊，给起来吧。我们蒙古路也过。Unharn valla. Örtön jası garın üstüne ırkı uğa diyağın lise var. Tin bitti.